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伊的施膏下面，阁平安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正兄弟姊妹，咱组织伫线顶，伫教会三甲来礼拜敬拜主，安静咱的心，请走甲。选调，一水亲像智慧的人，一水知影代志会开拆。人的智慧，互伊的面有光，也互伊刚强的面得到归安。亲爱兄弟姊妹，即时咱来吟诗学乐上帝，请献开圣诗67首，圣诗67首，我心学乐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下。
徛咧，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咱的信仰，请做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列岛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做会赦免俗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献开启应文，启应文23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23篇，也就是诗篇118篇。我来启，兄弟姊妹三甲来应答。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推入安排所在。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互我开伊的门，也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财富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耶和华所做的，咱的目睭也看做奇怪。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一日的中间来欢喜快乐。耶和华，咱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你讲着我，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我的上帝，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这是请咱三甲压头，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感谢主，因为你是独一真的真神。感谢主，因为你眷顾阮，眷顾受造的受造物，所有兄弟姊妹，特别阮人类，伫遮来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托付这个管理权，互阮会当自由运用，有好的管理，有聪明智慧财物，就亲像主你所创造人类的过程中间。互阮来体会经验到，阮是甲主做伙来同工。主啊，阮感谢你会当互阮有自由的意志，借着这自由的意志，互阮来运用管理伫你所托付这世界万项物顶悬，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上帝，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嘛经历到主上帝你的同在，特别伫疫情严重的时刻。主啊，阮有缘爱迫切向你来恳求。阮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总是阮相信，阮嘛经历主上帝，你是无限的上帝。主，阮知伫这个无限的上帝立你的过程中间，阮搁一遍来体会人的有限，因为阮时常犯罪，辜负上帝你的疼痛，你的旨意。主啊，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来承认阮的不足。承认阮的罪恶，求主你来保守带领。阮的一生中间，无得确有经历侪无共款的坎站，伫这个人生无共款的坎站中间，阮恳求上帝你继续扶持带领来帮助，特别伫阮的疫情复杂的过程中间，主啊，阮恳求主你搁一遍来帮助阮，扶持阮，也照顾阮兄弟姊妹。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十个下面，有缘得到平安，有一个喜乐平安的心来面对阮过来的年日。人生有侪
对伫福气、对伫乐乐、对伫受这三方面，阮定定得来追求，总是有限，总是有时阮想要搁较济。愿主帮助阮，今仔日透过传道书第8章第10节到13节，提醒阮兄弟姊妹，上重要的是爱来跟对主上帝。主啊，阮搁一遍恳求你施恩眷顾，嘛帮赞阮伫病床中间的遮的兄弟姊妹。主啊，阮特别恳求你来医治照顾，有患难的嘛求主你赏赐迄个平安智慧。伫生活内面，阮继续主你来恳求，搁一遍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信心保惠师来到阮的中间，来帮助阮，会甲搁较认捌主上帝你的真理，嘛帮助阮伫认捌的过程中间，阮毋若看到阮家己的意思尔，乃是阮要安怎样，搁较开阔的眼光来面对阮的人生。主搁一遍赏赐祝福，来帮助阮伫线顶所有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伫礼拜过程中间，将一切荣耀来归给主。这是阮要用主祷文伫遮三角来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着遮，伫对恁亲像伫天灵。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是咱来读圣经，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传道书第8章第10节到13节。传道书第8章第10节到第13节，伫台语汉字本的圣经是733面。现着我来读，或者是兄弟姊妹看顶悬的投影，做伙嘛会当做伙来读。咱来看。第10节，安尼记载讲：我看见歹人埋葬，规伫梦，搁行正直会离开圣的所在，伫城内，互人袂记得，这也是空虚。11节，因为定做无立刻实行刑罚，所以世间人心大胆惊歹。罪人虽然做歹100摆。还搁食长火寿，若是我谆知敬畏上帝，就是伫面前敬畏的人，到尾要得到福气。13节，总是歹人袂得到福气，也袂得到长火寿，是亲像影，因为伊无敬畏上帝的面前。以上，愿主祝福帮助咱来实践伊的话。这时，来请圣歌队。来俄勒站立。This is my Father's word, and to my listening ears, all nature sings and round me rings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This is my Father's word, resting in the calm of rocks and trees, of skies and seas, His hand the one.
哈利路亚！我感谢上帝，因带甲带领，愿一切的荣光来归乎主。亲爱兄弟姊妹，这时牧师要用三宝人生，甲咱兄弟姊妹三甲来分享三宝，怪怪吼。三宝，咱讲到三宝，无得较定定，咱就提醒即个开车的人吼，咱定定人讲开车，有一个人开车较奇怪，咱讲即个三宝的。即个电视机吼，定定嗨去，咱讲即个三宝的安尼。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咧讲的三宝吼，甲拄则讲的遐三宝完全无共款，完全无共款。咱若有即个看到即个影片吼，咱的即个PowerPoint 顶悬，咱都会当知影吼，是讲咱教会 FB 的官网顶悬，都即个大纲顶悬，牧师都有讲，今仔日的大纲真短，嘛真简单吼，总共3个字尔。三宝是啥物？福、乐、寿。古怪吼，真古怪。福、乐、寿，当然咱知影三宝伫即个中国人的概念内面，这是一个真大真好的，都是意思就是一个人吼，咱即个生活内面吼，拢会当经过即个真顺遂一生的中间，你福、乐、寿拢有啊。意思就是啥？意思就是咱无得较有一个真好的悬的位置，真即个有福气，有做的即个即个事业，各方面真悬的地位，即个长岁寿，长岁寿，即摆咱讲统计起来，差不多咱台湾的岁寿，即个男性差不多82岁左右啦，女性搁较悬，差不多85岁以上，这拢叫做啥？叫做长岁寿。哇，长岁寿真好，你真意爱，咱拢真意爱长岁寿福，这都是有福气。乐咧，就是安怎？咱即个伫咧社会有真好的地位，伫家庭有真好的地位，伫家族有真好的地位。乐寿咧，长岁寿，咱讲长岁寿，福乐寿三宝，哇，真好，真好三宝，所以。即款三种的福气，对古早到现在，我相信伫疫情的中间，咱特别真毋通会当较紧过去，因为安怎？敢若看起来，咱即个三宝无法度伫咱的疫情的中间来发挥安尼，有啦，其实嘛有。咱若即个注射有抵抗力啊，抵抗力啊，会减轻减少迄被感染的机会。牧师讲拜一要起来注射，注这个疫苗安尼。爱烦恼袂？当然会小可烦恼啦吼。这症状大家拢无共款，有发烧的，无发烧的，拢共款的症状，所以会烦恼、会担心，这是正常的。兄弟姊妹，所以伫遮咱就伫看到这个福乐寿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中间，来帮助咱伫疫情，特别疫情，所以牧师拄好用这个题目，甲兄弟姊妹三甲来分享。本来是想讲吼，咱的疫情应该伫咧即个7月中就特别结束安尼，无拍算。即几工政府伊愿宣布，咱伫疫情的中间伊愿有降级啊吼，后搁2工了后，咱要降级啊。对3级降到2级安尼。哇，感谢上帝！我听即个消息的时阵，马上有甲咱的长执，也是讲咱的小会员伫遮吼，准备伫遐来小可讨论一下，讲安尼，那安尼是毋是咱着8月初8？咱8月初1是礼拜日，后礼拜8月初1礼拜日，咱小可准备一个游园直播安尼吼。8月初8，那会使顺势降到2级啊。牧师我搁咧想讲降到2级，就是咱以前共款100个人以下的聚会，咱教会2场的聚会，加起来150个左右啦无到100个人，2场加起来，所以一场嘛袂超过100个人。所以咱就会当伫8月8号来聚会安尼。无拍算到公告的时阵政府讲爱50个人。哇，咱这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所以今仔日小会嘛要开会伫遮做最后的决定，看到底咱要安怎样来借着即个50个人以下的聚会。所以当然可能会较倾向伫100个人以下的聚会这个状态，咱再来开放，所以求主来保守帮助咱
会当伫遮教会嘛咧整建的过程嘛，得要结束啊，咧收尾啊，电火嘛装好啊，遮个器具准备啊，要送入来，要来安排，教室伫遮逐方面，所以幼稚园嘛准备得要开学啊，所以伫即个过程中，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感受到迄个三宝福乐寿经历的过程中间，我相信在座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做，伊原真毋茫讲会当有一款即个福气即个乐福乐寿咧即个寿命长，这是一般人咱得看到无论是倒一个国家，拢真毋茫会当有即款的三宝伫咱生命的中间来经历、来经验。所以古早到现在，这是咱人一直在追求的同悬的境界。古早的时阵，譬如讲即个富贵，福寿，等等好，真做真正的福气。其实即个伫即个四书五经啦，四册五经内面，有安尼来强调。什么叫有五福有五福的即个强调说，一个是寿，第二个是福，第三个是安宁，安康安宁，第四个是做好功德，第五个就是即个一世人好命，一世人好命，好运好命。所以伫世界人的眼光来看，富贵长寿寿即个落尾长寿寿落尾。即个好的即个结束，是一个人真大的福气。任何人拢想要追求，想要得到伊。好名嘛是共款，对毋对？亲爱兄弟姊妹，好名咱的好名有人讲叫，迄个讲叫全福全福有无？全福全乐，也是讲福寿。北京的人咧画猜拳有一款拳叫做福寿拳福寿拳福寿拳猜拳迄款咱有一个真久啊，几10年前、20-30年前，台湾慢慢引进一款的螺螺有叫做福寿螺，迄生的卵红红迄安尼但是对到安怎福寿螺对到生态安怎害了一寡植物拢安尼互福寿螺食了，福寿好即个名就真好我相信兄弟姊妹，包括咱主内兄弟姊妹嘛有即款的名咱真毋茫伫即个过程中间追求的过程中间，人的一生追求的过程中间，咱若用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真好的一件事，牧师嘛真意爱呢咱我相信即个三宝来帮助咱伫即个人生的过程中间，会当伫遐来追求，但是久啊，我相信咱嘛会忝久啊嘛会忝。所以伫遮咱做一个信仰的反省。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三角来分享的福，到底咱咧讲的信仰的内面的福是啥物款？一般社会的福，所以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拢有无共款的定义，对毋对？无共款的定义，有人认为讲福气就是有啥美满的生活。兄弟姊妹，你若感觉福是啥物？会当伫咧FB 还是 YouTube 顶悬留言你看。有牧师了解知影，讲你感觉的福是啥物？福气的福是啥物？所以定义拢无共款有人讲是咱是即个美满良善富足主孝子孙满堂后代安怎兴旺哇！咱会当享受即款的福气，就会当感受到满足，感受到快乐互咱会当感受到讲，咱是伫即个福气的内面哇，真好。真满意。阁有一个人的角度，有人认为讲，即个福气甲钱有关系，甲钱有关，金钱有关系。因为福咱看起来写起来，福是安怎一口田，有无？福一口田，边仔一个神的神字想事一口田，真好呢，安尼就是福。所以古早人。是想讲，咱若有真侪田的人，都是有福气。所以用今仔日来讲，无得讲迄做好个亿万富翁咱讲郭台铭啦真歹势郭先生来讲
国统来讲安尼吼，所以亿万富翁就是所谓有福的人安尼。哦，所以有钱的人就有福的概念啦。所以吼，咱人就开始想要安怎伫遐来趁钱、拼命趁钱。哦，甚至看钱真做性命安尼。哦，安尼就是有福。哦，安尼就是命，就好，真好。哦，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讲啦吼，讲爸仔囝两个人去庄骹吼去办代志，我老爸无拍算盘，无注意滑落去溪内面安尼。哦，所以无法度收水，伫遐挽石头无法度爬上花安尼，得要淹死啊！一个人行过来，甲囡仔讲吼，你互我10000块，哦，我就甲你的老爸救起来安尼。但是哦，囡仔嫌收贵，甲迄个人讨价还价，讲到最后讲无1000块好啊啦。哦，迄个老爸吼，伫咧水内面吼，伫遐听哦，耳孔压来咧听，讲毋通答应伊，1000块嘛伤贵啊。互我淹死好啊！亲爱兄弟姊妹，虽讲一个小可笑话的故事，但是就是互咱看到迄个金钱带来的幸福，其实是一大的风气，真正风气。哦，这个故事就互咱看到，这是啥？视钱如命啦。哦，所以反倒当有钱，互人带来真不幸。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已经清楚。了解，人是无法度来创造幸福的，一切都必须爱享受对天灵来的享受。所以中国人定定咧讲，安怎福气对天降临，哦，佫赐洪福，哦，洪丰富啦，洪福，因为安怎福就是表示讲，伫人的性命内面得到这个天顶，哦，老天爷的即款的眷顾。哦，性命得到充实有价值，所以这个福边有一个四字神字部，哦，迄个意思就是安尼。哦，这造字嘛真特别吼，真趣味。所以最后，这个若毋是天理所想说的，这个福气最后变成做好啦，灾祸的祸。箴言23章第40到第50嘛有讲到，毋通落落求福，挖靠家己的聪明。你敢毋知爱定睛哦？伫咧即个虚无的钱财顶悬，因为钱财要有一个天伫遐飞去，意思就是钱财无法度飞去啊，安尼吼。所以人通常伫遐来学了讲福，咱若有福，就是爱加一个气。所以人讲啥物？迄广告嘛有讲嘛吼，福气啦，哦，福爱有一个气，所以叫做福气。有福就有安怎？就有气，哦，气哦，福气福气。所以真侪人看外表是福，看起来这个福哦袂歹，哦，啥物拢有感觉。但是逐工伫遐咧劳心底命，气甲要死去，气甲失眠，气甲胃痛，气甲心痛。哦，所以即款的福气敢有价值？亲爱兄弟姊妹，既然福敢若气吼。气就安那气消失，容易消失，气是真紧就消失去啊，看袂到的物件。所以咱知影，伫圣经内面记载，世间顶悬的福气，就敢若亲像泡泡共款，哦，吹了就无去啊，哦，所以约伯有讲哦，我的福禄就敢若云过去，约伯记30章15节，我的福禄敢若云就飞去。有一个牧师真特别，伊定定讲伊是一个大富翁，哇，真好呢，兄弟姊妹。吼，咱的牧师我毋敢讲我是大富翁啊。即个牧师哦，即个真讲，伊敢讲伊大富翁，讲定定宣传，定定讲到迄个国税局去，互听到。所以国税局派人伫遐来调查牧师的财产。哦，调查完问牧师讲：“你有偌济动产甲不动产安尼？”我即个牧师就笑应答讲：“我的动产吼是几百名有疼心佮有信心的会友啦。”哦，伊讲这都是上帝所赏赐的财产啦。哦，兄弟姊妹，安尼咱清楚啦吼，知影吼，兄弟姊妹，恁拢是牧师的财产的吼，真好诶！哦，上帝所赏赐的财产好。这个调查人员佫问伊讲：“安尼你有偌济不动产啊？”牧师就真坦然甲讲：“
我有一栋真水的厝，将来要搬去迄个所在住。啊，兄弟姊妹，安尼咱知影吼，迄个牧师咧讲的是倒位？天然的祖家啦，天然的祖家。啊，这个调查人员就讲，啊，牧师啊，安尼哦，好，我知影，你所有的财产拢免税啦，哦，我袂当你来课税安尼。兄弟姊妹，当然这嘛是有完一个故事，这真实的福气是建立伫倒位？建立伫天里，是爸所准备的基业。诗篇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有安尼讲，咱生存要伫世间的追求是啥物？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耶稣所讲的八福有无？八福哦，做得到赦免的福气。诗篇32篇第1节有讲到哦，遵探耶和华法律法的福气。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8节。一个人的性命甲上帝来结连，哦，得到上帝的赦免。一世人行伫义人的道路中间，才是一个有福的人。好，这是第一段，这个福的结论。那用信仰的眼光，咱信仰的体会，都是这个人的性命甲上帝有结连，得到上帝的赦免。一世人行伫义的道路中间，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安尼你有清楚无？你是毋是一个甲上帝有结连的人？你是毋是有一个得到上帝赦免的人？你是毋是一生行伫义的道路？上帝所讲的公义的道路顶悬，咱若安尼来行来做，咱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无论你偌好业，伫世间的钱财偌好业，偌爽香，上帝拢会纪念，拢会帮助咱。所以，一个人的性命若甲上帝当结连，得到上帝的赦免，行伫义的道路的中间，有，迄是有福气。好，福，安尼咱知影，这是福。哦。基督徒的三宝，也就是第一宝，就是安尼。好，来，咱来看乐，福禄寿嘛，吼，乐。乐是啥物？乐就是吼，古早时阵做官的人的称呼啦。哦，有人讲爵士迄个爵，吼，爵啦，吼，也是乐，吼。牧师若讲这个爵，吼，爵，爵若讲唔对去，吼，咱较知影即个台语的即个发音的兄弟姊妹，甲纠正吼，因为我有去查吼，曲也是曲拢会使吼。好，即个乐咧讲的观念，就是地位甲收入啦，地位跟收入乐。啊，咱知中国人一生中间吼，因若会当做官吼，就真荣耀，对毋对？真荣耀。所以当伊做官，就想要开始安怎？咱看即个历史的记载。一旦做官吼，到即马嘛是拢敢若亲像共款哦，无论是中国台湾，拢迄款的概念吼，所以当伊做官就想要安怎想办法要大捞一笔，所以讲3年官2年满，意思就是你任3年的官吼，到2年你就会当满载而归啊。虽讲这个讲法，到即马无得确是较无好负面的对峙。即个做官的人吼，当然嘛有清廉的啦吼，嘛有清廉，但是一般来讲，伫咧即个历史的记载的即个过程中间，敢若亲像迄个比例小可较悬一点，所以迄是群体的关系，所以群体的观念所影响的清官的人真少，真侪无得确是贪官伫遐小官得到小禄。大官得到大禄，所以即款的心态破坏社会国家，看伫咧即个真高的即个禄的顶悬，人人拢要出头天啦。伫咧即个所在拼出来啊，做官拼出来，伫咧遐来，咱讲光宗耀祖所以即款的观念嘛，造成社会真侪的负面的想法。负面的观念，所以有一句俗语开始就讲出来嘛，讲笑贫不笑什么，不笑娼，这款的心理。你知影咱台湾从事这款行业色情这款行业的人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咱笑贫不笑娼的这个过程中间，所以今仔日台湾的社会悲哀就是。
只要有钱赚，无愿意去考虑到社会伦理道德，也是讲公共秩序尽量伫遐用不法的手段，也是讲用真紧的手段来夺取。圣经内面嘛有记载即款的城市，譬如讲索多玛、俄摩列，这是较传统的概念的城市，犹原伫新约内面嘛有，嘛有。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看到世间犹原即个倒摆啦，若倒摆的人，譬如讲因有偌济真侪的即个嘛真出名的伟人，譬如讲印度的甘地。伊活到90岁，伊一世人为着国家民族伫遐贡献伊所有的才调。譬如讲英国首相丘吉尔，91岁，伊为着英国伫遐来拍拼努力，来改革、改变、调整。圣经内面嘛有记载，使徒保罗伊对一个真残忍的人伫遐来杀害基督徒的人，变成做单纯、谦卑、牺牲的传道人。真侪宣教师，譬如讲戴德生、史怀哲，譬如讲来台湾宣教，这马雅国、马街，这牧师，拢是为着别人来活。亲爱兄弟姊妹，这是有意义的人生。牧师安尼讲到这，我毋知兄弟姊妹你咧想，这个无得确是咱定定咧听的，定定咧分享的，但是用伫你的身上，我毋知是毋是会当真正真实。来实践。有一个美国的石油大王咱无得较捌听过伊的名叫洛克菲勒。伊出世伫个真丧乡的家庭，伊敢若小学毕业尔，伊细汉要立志趁大钱，后来伊真正从事这个油业，伫遐这组织公司，因为无人甲伊竞争，成做美国同好囝的人。到中年的时阵伊患得患失，失眠，无有朋友，失去即个温暖安尼，最后破病甲真厉害，医生甲讲你爱退休啦，安尼有够啊，你爱退休啦。迄阵伊突然醒悟啦，咱定定咧讲一句话：人趁得全世界，失去家己的性命，有啥物款的利益？所以当即个洛克菲勒伊退休了后，将财产分互公益事业，特别伫救这病人，甲即个传染病的过程扑灭传染病的过程。所以伊对迄点仔开始就无搁烦恼啊，一生活到98岁来过身。乐，咱咧讲的乐，亲爱兄弟姊妹，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也就是咱爱仰望倚靠耶和华上帝。哇，即点会当做到的，其实是真好啦吼！会当通讲福乐，福是啥物？福就是甲上帝结连，得到赦免，行义的道路有福的人。乐咧，乐就是啥？乐就是有缘甲上帝结连，伫遮咱谦卑牺牲，财主的旨意。性命有缘，性命会转变，拄则是福是甲性命会结连，甲上帝结连，过来结连了后，咱的性命会转变。最后，咱来讲修，修咱清楚啦，修的咱就想着啥？灯火修嘛，灯火修，修这个字咱来看，下骹有一个一寸口，一寸口有无？一寸口。表示是啥？时间真短中国人定定讲，人生70安怎古来稀人生70古来稀。圣经嘛讲，咱的一生的年龄是70岁，也是勇壮通到啥？通到80岁。到底有要偌济岁数，才是算长岁数咧？来，牧师考试一下，你若知影，就写伫个即个咱的网络顶悬，网络顶悬甲印答圣经内面同长岁数的是啥人？你若会当你就写。等一下我甲公布答案。等一下我公布答案。所以伫上帝创造万物的中间，真侪动物拢会当无得较会当比人类
会岁数有诶较长，有诶较短，所以伫即个岁数，根据即个统计根据无共款诶民族所住诶所在，因养分、社会诶结构，也是讲人生诶哲学诶观念无共款，所以影响迄个民族诶长岁数。咱比较起来，欧洲人因即个人平均啦，欧洲人平均差不多70岁左右，荷兰甲瑞典的人寿命同长，平均来讲，是75岁到80岁左右。非洲咧差不多50岁左右，亚洲咧差不多即个中间，70到75，甚至特别活80即个左右。当然咱家己来平均，当然咱会较悬，咱会较悬，所以咱安尼就会当通知影大个所在无共款的迄个长岁数，也是讲即个寿命是无共款的。所以一般的寿命是当因生物的寿命，就是因伫即个开始咧大汉的过程会7倍到5倍。所以一般人应该是甲18岁到20岁中间，是大学啦，23岁中间即个发育的完全啦，都咱讲成人啦，成人啊，成人啊，所以安尼来算，那依照安尼来算，人应该会当活到100到105岁。那安尼来算，所以为什么人无法度活到即个极限呢？为什么呢？当然，咱就开始知影，因为外在的因素。比如讲，咱即马即个疫情，全世界死遮尔济人，真正恐怖。有人无得较，毋知影讲，我感染着啊，想讲较紧治疗就好，无拍算。过几工啊，我上帝接走去。所以即个长岁数的过程中间，受到外在的因素，甲人本身身躯的状态，即个劳碌拍拼，伫遐磨，所以古早以来，真侪人想办法要安怎延长迄个寿命，有无？譬如讲古早中国的所在，求仙丹啦，灵芝啦，进一步用补的方式，真侪的方式，毋茫讲会当安怎长寿不死，结果无法度。有人讲3更半暝起来做运动，会嘛有法度较长岁数的，可能有帮助。但是安怎？但是嘛是无法度。做是安尼。有一首长岁数的歌，我念互大家听，讲早起困，都爱早困，困得好，食7分饱，定定走，定定笑，莫烦恼，迄个糖食较少的，逐工较无用的，永远不老安尼。这一首歌，所以这真特别。这敢是真正长岁数的秘诀嘛？真诶，是因为咱搁转来圣经顶悬安尼讲，诗人讲：求你教示我算数家己的日子，会当互我得到智慧的心。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学习的基础。伫疫情的中间，无得甲牧师嘛邀请兄弟姊妹，咱来修福乐修这3个方面，对伫咱伫疫情的中间的你。咱要安怎来借着圣经上帝的话，得到更较好的帮助？无伫咧遐凊彩经过一个年日，浪费一生。咱来真正算数家己的年日，才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予咱智慧的心。所以圣经顶悬有讲到，信囝的人得到永远活，无信的人。无法度来得到迄个永远活。约翰福音第3章36节。拄则我所讲的，毋知有兄弟姊妹知影迄个答案无？圣经内面同长岁数的马土撒拉，马土撒拉，伊活969岁。亲爱兄弟姊妹，当然迄个计算的概念有，当然甲咱即马是无共款的，但是。咱就通知影，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赐福满满。有一款的方法，就是
咱必须信靠耶稣，成做你的救主。今仔日咱讲到的传道书第8章第12节到13节的所在，有讲到虽望我准知影讲，我知影讲敬畏耶和华上帝，就是伫咧伊的面前敬畏的人，永远会当得到迄个福气快乐。歹人无法度得到，也无法度伫世间久长的年日。这个年日就敢若亲像影，因为歹人伊无敬畏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人生的福乐寿是爱安怎？透过敬畏上帝来得到。愿主祝福，也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真正会当甲主结连，生命得到改变，福乐生命得到改变，更新寿是啥？敬畏上帝，咱就会当通得到。愿主来帮助咱伫世间的日子，无论长啊短，祝福咱即个三宝的人生。讲起来较奇怪吼，三宝的人生，但是即个三宝是真重要的，帮助咱来反省信仰甲主的关系，甲人的关系。愿主祝福帮助咱，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仰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眷顾阮，赏赐阮，保守阮，互阮知影人一生的光阴有限，阮要安怎去超出迄个无限的人生，也就是赢过迄个生死。主耶稣，你带领阮来平安经过伫世间的日子。当阮看到疫情遮尔复杂、混乱、惊吓，毋知影头前的道路的时阵，主啊，你着更加互阮清楚，会当知影安怎样来跟对主，你得到上帝你祝福满满。感谢上帝，互阮伫顺境逆境的中间，永远无忘记你即个福乐寿，即个三宝人生的过程中间，更加需要认捌你，更加需要甲你结连，更加需要改变阮的生命，更加需要听探、遵探你的道路、你的命令。主啊，请你来愿你祝福帮助阮，互阮一生会当听调主。安尼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念信息回应上帝的话，336首，信息336首，请咱起立来念全首。天父，我在一心供应。天父，我在一心供应。
这时咱来伫办心准备奉献，请有缘将咱厝内面的这个奉献箱吼，咱家己拢有准备的奉献箱摕出来，咱伫遮来奉献。愿主赏赐祝福，来帮助咱。奉献了后，请咱安静来面对。今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来看这个投影吼，也是讲咱有周报伫 FB 顶悬吼，咱来看吼，请兄弟姊妹咱详细来听来。咱来看这个聚会的人数，伫周间的聚会，有缘咱伫线顶的聚会，周间的人数乡北树11个人，基督会拜三，基督会10个人，无花果树12人，葡萄树14人，橄榄树13人，挂菜种14人，种子8人，来少年团契12人，家庭妇女团契13人，国高中的主日学13人。好，来咱来看周间的聚会，乡北树拜2吼，7月27号下晡2点半到4点半吼，咱有缘伫线顶来聚会。主理是赖如平执事，主题是马太福音13章。上年团契，咱有缘是新暂停吼，听候咱即几工有决定了后吼，会倒甲上年团契的即个兄弟姊妹报告吼，是毋是咱会当恢复伫正常的聚会吼？因为会当50个以下吼，咱伫教会应该是无问题吼，所以咱伫遮甲上年团契兄弟姊妹佫报告一下，来无花果树小组吼，拜4。10点吼，即礼拜因停止聚会吼，因停止聚会先休困一下吼，休困一礼拜好，来咱佫来看挂菜种小组8点聚会，拜5 8点吼，主理是林鸿小长老，创世纪41章，敬拜是邱阳祥执事，因伫线顶，葡萄树小组拜5，伊原8点即个拜5吼，主理是杨牧师应该是香山啦吼，香山执事吼。好，主题创世纪44章敬拜是4名吗？应该毋是，即礼拜是4名，所以即个佫等者佫调整一下吼，华语礼拜甲佫改一下吼。好，佫来橄榄树小组拜68点吼，主理是李书范长老，敬拜郭同志弟兄，破冰林志珍长老吼。创世纪46章，因要讲46章吼，创世纪好，种子小组拜6暗时7点半。主理是洪文香老师，主题翻转生命的故事。因为伫线顶，过来家庭妇女团契拜6 7点半，主理是慧如长老，诗歌细汉兄弟，主题创世纪36章，线顶聚会。少年团契7点半拜6，主理牧师娘，主题创世纪归纳式查经骗长子的福分
地点由原因伫线顶。好，以上这是周间咱的这个聚会吼，咱的聚会团结小组来，咱来看报告，消息报告。议员伫三级吼，这个虽望搁过2降要降级吼，但是这个降级其实是有条件的啦吼。为着安全，确实有影，咱爱搁较谨慎哦。咱的宗教的团体吼，教会的团体，咱爱搁较谨慎哦。所以目前吼，暂时吼，放7月25号到8月8号的聚会吼，暂时即马抑搁是线顶的聚会哦。所以若周间有公告啥物消息吼，一定会甲兄弟姊妹过来通知吼。咱暂时即马是安尼来做哦。所以咱要注意咱教会的官网各小组各团结。这个关怀小组的咱拢爱注意一下。好，来，咱来看第1点、第2点，我都无要搁来一来讲啦吼。咱有愿注意戴喙安吼，若会当去拍这个疫苗，当然咱爱拍。拄则牧师有讲到吼，我牧师拜伊就要去拍疫苗吼。所以伫遮咱兄弟姊妹嘛爱自主伫遐来管理好好吼，特别是小可疫情较松绑一点的时阵吼。咱爱搁较认真伫。好，来第3点，下晡1点半要召开线顶的幼儿园董事会，请咱的相关同工备办心来伫线顶来开会吼。开会了，咱有开小会嘛小会员注意一下继续伫线顶，咱来开一个小会。第4点，本会整修工程来进入这个地板甲装迄个电火的部分伫1楼、2楼拢有。这电火装起来是真正无共款真正无共款。愿主来帮助咱一切顺利，请咱继续关心大道甲奉献。好，来按算啦这第5点是小提一下按算这是按算，无得到8月初8就会使但是咱先按算8月15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有愿配合政府的规定政府的规定。所以愿主来帮助咱这个防疫咱继续做好这嘛是一个好的见证愿主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这个喙安消毒去到大个所在咱来打卡就是知影讲你伫倒位，你伫倒位安尼有一个记录安尼较好。好，来咱来看关怀大道的部分，继续为着精简来祈祷。第二，伫厝内面调养这兄弟姊妹秋花节，咱特别为着秋花节来祈祷。希望这个开刀顺势已经这个将这个癌的这个瘤啦摕掉但是后来有发现讲有转移到肺所以即马要接受治疗，继续化疗，所以咱特别继续为伊来祈祷德修兄、志强兄、谢宪兄美仪老师、曾文德老师潘永洲、林玉华、李佩琪、邱正明霞、罗金丁、徐建庭、林李米珠、黄伟如、曾阿玉这是伫厝内面调养的辛苦的兄弟，特别继续为因来祈祷。住院的白许秀英、魏静婷，外出的何伟林弟兄一家人陈伟汉谢惠美好，来，咱继续来看这个金句。传道书第8章12节，咱做阵来念2摆，预备来。罪人虽然做歹100摆。要顾食长火寿，但是我准知，敬畏上帝，就是伫伊的面前敬畏的人，到尾要得到福气。好，来个一摆，预备来。罪人虽然做歹100摆，要顾食长火寿，但是我准知，敬畏上帝，就是伫伊的面前敬畏的人，到尾要得到福气。这个意思就是啥？意思就是世间人虽望迄个。会当食长火寿，确实有影世间人，但是心心其实会惊吓袂变，毋知影迄个方向。但是咱知影敬畏，咱是敬畏上帝的人，无论火寿偌长偌短，咱拢会当得到福气。迄个福气就是永远的活命。愿主祝福帮助咱。以上咱来念上营508首。
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咱灭岛闭会，愿主祝福保守，请灭岛了后，咱伫厝内面来互相行平安礼。